鸦片做俺个老婆，俺阿公啊就吸到鸦片。俺阿公青号看天师，吃饭蹦天师，睡梦就蹦天师哦。哦，鸦片就会给他监督，来看一下。哟，怎么突然天使切天了啊？啊，做咩看呢？阿公啊，可能家木做咗下拍啵？啊，做唔定用糖嘅嘛？尿不呀尿？啊哦，哟，都做嘛个啊？做呢吧，我去拍纪录片，大家哦，做个现一只青后空的那一比赛。要开始拍嘅嘛？系啊，用卡做工呐，实在。阿公，然后大家讲电话发。哦，好，做得，大家好哈，我就会夹工啦，哎呀，实在我一直录音间咩唔掂讲嘛，咁咩冇乜个好讲嘅啦，就当你土福卡吼，就是种花啊、淋菜啊，吼，个行去看书，还咩下太师啊，哈，简单讲啊，就会一只文人雅士啦，嘿啦。哦，他们碰还碰3年呢，你当年就坐到呀看天师，那有乜个行去读书还下太师？碰系3年嘞。系啊。用卡做工啊，用嘅啦，用爽啊！做一只文人雅士啊，讲唔掂。好啦，莫唔留大家讲到嘅头摆嘅故事好冇？头摆嘅故事啊，可以头摆诶，莫啊讲啊用嘅脚动野婆诶，好嘛？啊，同讲头摆野婆啊，有1多人脚嘅唔掂啊，但是野婆就会中意挨啦，人讲挨啊。对吧？讲有一时稳就有一时稳。哥，我也係拍嘅紀錄片呀，我講真經有發生過嘅事情啊。啊呀，就真經發生過嘅，啥談唔成係嘛？誰來娘嘛？啊，阿爹，唔講嘅讀書嘅事情，好冇？讀書就讀國民學校就日本時代咩？等一下。人家講下人嘅台北同學嘅談嘅是談唔成，樣就唔對哦，佢阿條越談唔成嘅分數就越高。啊，乜嘅？因為啊，也係哦，越多人唔識嘅東西，人就講越係一種藝術。啊哦，哎呦，一講下方面一種藝術嘅呀？係啊。唉，阿東講一條擺啊，日本時代啊。暢銷的講客啊，唔會講日本話嘅老人家，看到日本人來哦，夾空到佢坐下去，做唔得出來，做唔得出聲嘅喲。什麼啊用了？
蛋啦，真嘅放蛋，唔係講法，放蛋。我係唔係講行嘅貪唔成係嘛？阿哥，阿哥是真嘅樣啊？真嘅啊！冇啦，曉本係自家解啦。我係做啲哦，很用夠啊！哎呦！那個要是日本石頭，我講起個黑白還要空起來哦。真嘅啊！記住愛按照日本人咩清潔嘅方法嗬，就會吞甜冰嘅，也沒講唔嘅法啦。哎呦！不過俺有沒有好處啊？像一下唔可能是日本詩，還會講日本話呢？哎呀，佢啊，條拜先生講唔乜嘅，你就學乜嘅啊？乜本人買唔啲啊？哎呦，我就還記得，次拜哈，本嘅日本先生啊，點起來哦，我念嘅日本課文哦，嘅時候差一些了，氣就氣唔起來啲嘛。昭和9年，4月1日の朝、台湾で大きな地震がありました。国家校の3年生であった北高少年はすみません。はい。1935年4月20日早晨，苗栗共學校3年生嘅後生嘅詹德群，13人點點嘅喺神沙拜爺。冇想到一下嘅身體痛，詹德群負唔出救命。手盤往地嘅部嘅砸到地下，冇結叫佢上過來咧，連殺嘅太兒仲下邊電佢，佢知道鬼神嘅痛到都唔了。阿管姑，阿管姑，杜生，杜生。痛到強強唔點燃咧，佢看見天燈，將佢見到國家嘅國旗，都天燈劍架節落，佢眼神嘅痛，就像火燒樣嘅扭佢，佢面到一條狗嘅，天作一樓佢衝出來，佢上一條狗嘅。天作咗啲提升佢嘅靈魂。阿管姑，阿管姑，唔好講乜嘅。君が代我。佢啲高神之前，用錢嚟佢存嘅呢條，衝出嚟日本國歌。方面化嘅教育。本佢對心肝度認同自家係天皇大廈嘅子民，
嘅歌聲呢，換來了一隻銅像，驕傲嘅企貼皇民化教育嘅年代。汉底呐，我死體來還會創日本國歌哦！一學生要按堂法，先生講嘛個就做嘛個吧。唉，阿公，啊背面日本人走誒，就做咧講客話係嘛？你奇怪咧吼，唔係牙孫咧，啊牙係牙公，因為牙按錢，按昂咯啊！哪有？日本人就係乜嘢來啊？講種軍人來咩？係嘛？做個條擺一個人要講日本話，有一個人要講北京話，係呐。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1号参赛者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谢谢，恭喜恭喜1号参赛者。那么我想1号参赛者也是本节目的卫冕者，可以看到今天在服装造型上面也是别出心裁，是啊。那么1号参赛者，好，我想要请教您啊，对于今天的表现，给自己打上几分呢？不敢打分数，但蛮有自信的。是的，我想许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能和我一样啊，在心里头看了您刚才的演出以及歌唱，都觉得是十全十美，给您打上10分啦。谢谢主持人，再次恭喜您，也谢谢您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我们先请您在台下休息片刻。好的。接下来马上为您介绍的是我们2号参赛者，欢迎他上台，欢迎，您好啊，2号参赛者应该是头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许多观众朋友可能对您非常的面生啦，那么好好表现，不用紧张。不过啊，在我们的卫冕者之后演出，是不是现在心里感觉如何呢？唔會緊張啦，我主來衝歌嘅，大家歡喜祝賀。安志仔，是，这个会紧张吗？唔會緊張，係出來衝歌嘅。是，好，稍等啊。我想我们2號參賽者可能是第一次來到這樣的歌唱節目的比賽，相當的緊張啊。是這樣子的，我們這一次的節目是一個國語推廣國語的優質節目，別忘了在生活當中也一樣啊，一同這個講國語。唱國語啊，大家一起來好嗎？所以我們待會的表演也用國語來演出哈，別忘了好嗎？而且我們這一次的節目啊，有特別如果您沒有說國語的話，有一個小小的懲罰不過您因為是第一次來參賽，我們可以跳過這一次懲罰好嗎？好好表現，我們的分數還是可以後來居唱的，期待您的演出。來，我們掌聲歡迎2號參賽者為我們帶來的歌曲，掌聲歡迎他。大家好，我係客家人，日本人我係唱嘅歌嘅，我係客家人。好，抱歉，我們主持人在這邊得打斷一下，這已經是第2次違反規則，所以請說國語，請懲罰。咩啊？我做客家人，我做唱客家歌啊。好，來，2號參賽者，我們先不要說話，好，來，請接受我們的懲罰。好的，沒錯，我們就是在日常生活當中要講國語、說國語，大家一起來，不要氣餒。2號參賽者，來，我們繼續表現，繼續演唱，來，請開始。古有種，北草有見，關你在內有，天從掛度。我係客家人。
屁公。好的啊，很抱歉哈，我们再次违反规则，来，请惩罚。那样来冲一班听听呢，莽冲退啦。好，来2号参赛者哈，没关系，是这样子的，不用气馁。那我们在这边呢，也再次提醒我们全省的观众朋友，日常生活当中，请说国语，唱国语啊，让我们的国家在语言上统一了之后呢，我们的国家会更为团结，好吗？来，我们请2号参赛者再次注意了，哎，请唱国语。好。屁公游戏数码天，国际世界乱纷纷，心中记得，该是客家人。好，抱歉，好，停，暂停啊！来，我们有请惩罚。奉送太医爱唔我想2号参赛者是不是没有很清楚我们这个节目的规则啊？我们2号参赛者，来，我们这一次的是的啊，我想今天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夜晚啊。在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还没有看过这么多次的惩罚出现。那么也是在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别忘了我们在生活当中记得要说国语，好吗？让我们的沟通更为的便利。是好的，我想今天晚上的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节目又到了尾声了。那时间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我们的1号参赛者这个2号参赛者去罚站。我爱中华，文化悠久我的大，开国5000年，无足共一家，中华儿女最伟大。各位朋友，我们下次见。我一個童年起阿姨，小學時節線上長條發機器又一擺，記咩冇做乜嘅壞事情，上下課時節記喊真歡喜，走到隔壁班嘅衝門前台上喊，阿杜，夾來打紙牌冇潮到意外唔過意，猛地講。本嚟台通堂道就是偷先生長回來罵機。徐阿姨，學校裡禁止說方言，這是政府定下的規矩，人人說國語，大家都方便。你回去罰寫100遍，我叫你長記憶。現在到走廊罰站，以後別犯，務必時刻記心裡。阿姨糖了面白白，心肝上，發起就發起，也冇乜嘅了不起。唔好本對面班嘅王小米看到我就冇收理，忙地講，天色見來見烏，頭風隔落雨。阿姨企到腳觀樣，先生還冇병機轉到教室去，咪唔知還有個糾正下課，阿姨都需要到冇年去。然看到阿姨加工車機揸ở行過來，開上喊阿姨。喲，阿姨啊，你怎麼個氣到我背冇上課呢？我阿姨頭拿來我唔起，先生過來問，老先生，您到這裡有事嗎？啊？您到這裡有事嗎？哦，你教孫子看車嗎？冇呢，個車馬有乜個好看？阿長麗先生啊，
我孙儿很美，唔怪让为我背起，先生米条就打给嘞。老先生，能不能麻烦您说国语？哈？麻烦您说国语。乜緊人說過去呀？唉，為啲乜緊人說過去，木做花花咧，係哦。你講乜緊嘅唐唔先，唉係講阿姨啱先做接受。阿公啊，你莫講黑咧啦，講嗬，家下先生翻譯去。唔知啊，做學校度啊，講黑話會本人發起。連個哦，電視台咪經常做個豐年節目。講乜嘅豐年太多吧，人哋國家冇辦法團結。哦，我哋嘅唔係講嘅葡萄戲沒有講過你嘅。對係啊，係講到人很記得嘛。阿公頭擺一隻蔥條好落個本堂咩？以後忘啊，記得嘛，誒。為定在回歸山的水港。老地虎老爹爹最堅強。好啦，等下唔係按用葱啦，就凍到捱咩？唔係破捱啊。好啦，捱葱哦，哎。飛正在花果山下的美猴王，講道理說公理粗暴暗亮按用葱。哎，我葱滾你咩？哎呦，唔錯啊！哎。猕猴王那用是講土語數公里嘅，那就同講哎呀，給猕猴王非講國語的，哎，還唔知嘅猕猴王哦，嗰還有下邊兩批人哦，蘇陽文、歐北龍君，全部哦，嘅關於講嘅有一張就有一張哦，嗯。走上街头要抗议的，就是40年来我们的政府当局错误的语言政策。我们政府当局错误的广播电视法第10条很不合理的规定，方言只能占10%，而且逐年递减。在这种错误的法令之下，不但闽南语被封杀，客家话同样被封杀。我们抗议这种不合理的政策，不合理的广播电视法。哎呀，我该老该啊，七做八做就让我去空来空。哎呀，留下我母子两杀，相依为命。哎呀，讲到这个来呀，懵懵懂懂，几日地色地水，嘛该就唔会做啊。哎呀，我呀，根本人啊，阿下子呀。讲我请来去啊，隔壁庄看闹热了，
俩个王子啊，都俩下看到个水幕，攞佢掀起来，阿变翻嘞，好风冲嘞。诶，奇怪，你用点点冇躺到上呢？阿变翻嘞啊，人係好风冲嘞。你做阿妹啊，係腰痛係冇？人係餓尿落去啊！哎呀，我哋我人當我水，我話到你喺我行床去啊，餓尿我轉腰痛落去飆落去啊！佢就係故事啦！佢很奇怪呢，佢阿妹啊，鬧人的兩片，你用那痛到改片去啊？我神經質的兩片，我傳到兩片來做兩片痛啊！喊歪啊，好嘞，唔是講咁多。伊講啊，你頭就半天過咯。伊講啊，牛啊，跟冇良錯事，家牽牛啊，到個水塘邊，鬼死錯，順沙個錯轉來。阿妹，你的家子冇意做嘛？你咪牽牛去是錯，轉沙個掉牛錯轉來。嘿嘿，阿妹啊，吃冇下，跟你個阿下姑有嘛？你請我去隔壁莊看鬧嘢，我去看表演，看唱歌啊！阿妹，我嘛愛去。你愛去嘛啊？你又唔會表演，又唔會唱歌，乜嘅嘛唔會？點辦？你都自家去看表演，只另外啲屋卡裝牛割牛錯。表演愛樣唔愛，愛行都冇有。哎呦，你安樣嘢啦？你真見會嘛？會。咁安樣嘢啦？阿妹來考你好啦。咁你會唱乜嘅歌？我會唱嘅歌喺度咧。咁乜嘅歌？叫強18跳，我唱唔到冇有。我會唱嘅安樣嘢。你看到是了，哎呦！你講緊乜嘅東西？咁乜嘅？哎呦命！哎呦命！我講唔出來啦！咁乜嘅東西啦？講下清楚啲。就咩得咩講下，下個咩講咗，嘅歌啊！我嚟嘅，我就按到18毛。哦，那就按到18毛。係啊，咁樣嘢，你會唱？唔會。咁你就唱嚟啦，嚟嘅。春哪你愛數哦，我愛阿家，莫到阿家頭上變我奶喲。阿家嘅頭上桂花香啊，阿姐啊嘅龍嘅跨，哎呦，哎呦，哎呦，哦，哎呦，姐啊嘅龍當跨，哪有得有？春哪你愛數哦，阿家，莫到阿家莫咪變我奶喲。阿家嘅莫咪嘅兩邊彎啊，阿姐啊嘅龍嘅跨，哎呦，哈哈哈，哎呦，哎呦，
哦，哪有这呀白龙得夸，哪有这哟？再过来拿。春那你该输哦，莫阿姨呀家，阿莫多阿家再顺，别弄奶哟。阿家该最顺该风连连啊，阿姐呀，该龙得夸，哪有？呼呼呼，哎呦，哎呀，哎，哪有？这呀该龙得夸，哪有这哟？哎呦，没想到俺来的汉强哦，伊个看伊来个唔上后，还会唱歌的哦。哎呦，做嘛？哎呦，俺来变戏为戏嘛？哎呦，这戏回来了呀！哎呦，有枪哦，汉强哦，做嘛？哦。这是嘛？系嘛？哎呦，哎呦，好，好嘞啦，来，阿妹妹儿，该谁样扮表演啊？哦，真嘅咯，很强哦！哎呦，我来很强哦！强，来呀！阿妹来妹儿啊，cái技工啊，樣板台。给讲哦，係啊。技工台幾多台係乜嘅呢？係乜計係啊？啊。係啦，唔講。技工台好行長戲嘛，強，哎呦阿妹再過來抗議，跟你會做老阿婆麼？做老阿婆。係啊，喲，官人也準備好嚟啦，哎呦，阿婆過嚟啦，夾，過來，阿婆夾掉。哎呦，死你哦，来耶！哦，人老酒老熟，个面皮大只嚟有大鑊，个胭脂拿來搽，个水分就拿來過，啊打扮起來要咩唱嘅，7、8個小字，差唔多啊，差唔多。強，阿來很強哦！強你會表演，你會唱歌，哎呀，阿妹啊就本你聽。好，夾夾落去哦。慢一張。大家愛講下家法，放他莫准唔是怕。仲愛太監認真好，學生行醫寫家家，哎呦喂，學生行醫寫家家的喲。
五福国父客家之先贤，此世就有客家之硬强精神，更有丰收前细腻嘅客家风范。万千万年，真知腐败，孙先生超客当时经营细腻，在家在理，不缺不挠，最后推翻万情，再做庄严。一种精神就是后退客家人永远唔会停兵停嘅硬强精神。硬强精神，马开客家帮，马开客家帮，硬强精神，马开客家帮。中山先生，自罗前批此事以后，台陆又变得一片混乱，军阀掌土，政客掌权，唔知乜人嘅拳头较大，背面又有日本侵华，炮火连天，拔枪卖田，政府又冇钱，强强要拨电啊！经过8年空战，空战胜利，台湾光复，台湾嘅客家人老到一拜哦。我出条天嚟啦！客家出條天，出條天，客家幫，客家出條天，客家幫，客家幫，客家幫，客家出條天，客家幫。出條天啊！哦，出條天，莫條笑，莫條笑，加油笑！36年政府轉權來台，看佢哋秋山南湖，無物無雕，色彩真見笑。冇想到佢哋接觸台灣，強辦法令，上漲啊愛做條，比起嘅日本統治，親像一包一包福利臭苗啦！錯啦！福利臭苗啊！豬苗打肉苗啦！政府啊，加班教育，推行全面國語運動，學校都不准講客話，廣播電台限得有客話。有電視以後，情況下看嚴重。大家北海冇做看到嘅就係電視，北海最順講出來嘅就係北京話，佢係唔係？我講北京話，唔係客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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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多見本日。客家子弟都學教都武考去講國語，出家門講好咯，將自家嘅客話嗬，全部就鑊槍槍嘅。結果阿公講法，孫呢貪唔實，孫呢講法阿貪累，一祖孫三代嗬，強強逼到劈中嘢，一看危機啊！繼續下去，客家只有消滅一條路啊！做唔難用啦，唔係客家話，公天把孩子離開，公天把孩子離開。五福國父，愛等客家後皮，啟動嘅林前，擺槍在天之靈，保佑客家人。團結和諧，協力合作，使客家話永遠流傳。客家人硬頸又有出息，敬獻禮神，撫慰靈感雙響。客家話。
张嘅客家婆，张嘅客家婆，我想一天作看过，张嘅客家婆。阿公，阿公，阿公，阿哥，按开始做嘛来？哎呦，踩起来又本吓到，要见到人家破人啲嘛？唔用啲躺天台啦。哎呦，天师快台嘛。做嘛个？哎，属牛按天，这天是本大快台啊！按对啦，大按台哩吧。俺用按石天师，啊大按心肝就唔会痛啊。你石天师呀，石天台，啊唔咩石爱。像做嘛干呐？啊，天是当一盆啊，盆啊大椎骨，有喊当一盆啊哈。啊，唔家躺嘅迄客家天台啊？呀，啊，哎呀，客家天生天台啊，我同你讲，一跳摆一天台哦，还係違法的哦，喊本警察嚟哦，抽台過。係哦。哎，一下清楚哈，你看，大家就坐在堂啊。哎，喺同學看電視啦，下擺有還沒會轉下天台躺一下咩？哦，跳舞啊！迄人還會跳舞啦啊，不能鬧到哦，來，跳下，搞唔啦啊！哦，用嘅。哎，阿姨哈，來，阿姨，哎，前面，我前面，我阿姨哦，阿姨，嘿啊，前面哦，用阿娘，哎呦，阿公，你冇用啊？冇生嘅呐，你看就本大快鐵咧啦，唔咩捱啦，哎，哦，唔知係點睇嘅啦，有乜娘啦？弄咗伊啊有，冇啦。张嘅客家婆，來啊，阿姨，张嘅客家婆，記得，我想一天作看過，哎，咩跳舞？張嘅客家婆。阿姨。春江，上禮拜啊，我轉莊下，讀到一堆啊對子女教育當用心嘅野愛。係哦，因為佢都4年嚟啊，嗬，係到都市態嘅。故說講，雖然係客家人，唔過啊，唔會講客家話。係啊，安尼就係唔曉講客家話。也對野愛啊，為咗鼓勵4年嚟開始講客家話，就老叫參詳講，嘿，你做得嗬，用客家話，老阿婆打嘴鼓，轉到台北，我就買台電腦送俾你。啊，妹愛，一眨眼太重呢。係啊，人講啊，衝爽之下必有勇夫啊，4年嘅糖啊度啊，全部靠你寫上嘅，掉到阿婆面頭前，開咗就滿嚟呢。滿乜嘅？阿婆，你要來嘛？一下後生人啊，交朋友總下都用來，一見面啊就交換，安尼下禮拜就好聯絡。姑嫂，阿婆敢要來？昂順嘅呀，阿婆當然要來啊，譬如我唔敢講啦。阿婆來青多，姑嫂，阿婆還唔單將一隻裝好聽聽哦。呀，太來嘅，二來嘅就係呀太阿伯，二阿伯，呀三來啊就阿爸，呀4、5、6、7。對啊！也係講來嘅，也係來啊！全教菜啦！哎呦，我講一些人啊是菜係哦。你看學校啊，對小學開始就有模擬嘅教學，韓國身為客家人就應該去講客家話。哎呦，一種事情啊，做乜解係也會推佢笑？得，唔加講嘛，再講一擺。我聽下講多見。唔講乜嘅，身為客家人，我講客家話係樣嘅。係親自然嘅事情。唐人嘅口氣，身為客家人講客家話係當自然嘅事情，唔正經哦，好命人唔抵苦啦。客家人唔講客家話，冇上去講法國話。我意思係講啊，是要當長一段時間到公開嘅場合地度講母語方言係一種當大叔嘅行為呢。有樣也冇樣啊？唔是懷疑，到197啊，就我哋講字嗬，讀小學嘅時節啦，嗰兩時啊推行講國語嘅運動，學校地度啊一定要有乜嘅愛國家講國語，好學生唔講方言嘅招牌，唔知點到過來係乜嘅意思冇？我唔知呢。意思就係講啊，你唔講國語，你就唔愛國；講嘅方言，你就唔係好學生嘅。等下，呢個冇聲音講嘅方言叫樣嘅神哦。發錢啊，咁講一句快口。
按盐条啊！这两时候啊，记得我隔壁坐的西来同学，不开外省人，佢唔好讲客家话，因为都按要开眼呢。用的开啊！大作业搞死啦！谢月光，谢月光，狗的客家话怎么讲？各位，一口。哎，是你问我客家话的狗怎么说，我才说各位呢。两口。哎，我觉得你故意要害我。谢月光。大家都是好同学，我为什么要害你？你故意问问题，想要害我。我问你什么？你问我狗的客家话怎么说啊？我怎么回答你的？各位，三口。哎呦，你看又拍松几口咧。不过啊，一同學安尼欺負人，先生敢冇辦法可以趕佢啊？趕乜解啊？佢紀念時期留下來嘅政策就係咁樣。先生咁樣講啊，再講啦，規天全部要講國語，不准講一句嘅方言。誒。佢學校嘅先生哦，世界就無干無殺了。用嚟講啊，特拜早晨，獻花開早會嘅時節，佢教狀啊，就嚇到必準。啊，用咩嚟啊？佢客家嘅老教狀啊，我嫌佢獻花當簡單啦，唔過嫌佢全部用國語來講，佢就像愛講命樣嘅呢。乜用嘅啊？各位親愛的小朋友，校長每天都要求小朋友不要在走廊上打球啊！哦，唐日高中講國語啊，真係有乜不點哦？也不可以在走廊上也係用嘅啊？唔係啦，其實我講呀，奔跑嬉戲，唔過頭腦都全部呀遲飛啊！啊，佢用個啥？佢教務主任嘛，都有去到嘅後輩嘅講門啊！辦郵便呢？王主任嘛，呀變來變去吼，客家話一樣嚟講，較好聽較文雅哈。叫高中哦。佢王主任啊，是個係學老人啦。佢過年哦，就講到飛平咧，變來變去哦，走咯。啊，戇坤啊，一乜嘅戇龍過去，走咯都講出來咧。報告校長，我也不廢啊，你也不廢，這樣像話嗎？結到個高中是一聲太好你，八嘎，一果然有乜按難講啊哈！哎呦，唔看啊，一本話都變出來了。其實啦，佢個時代，你想啊，佢先生也好，高中也好，你算佢年紀啊，差唔多就輸過人日本嘅教育。哦，係安尼哦。你看，要高中啊，在按多學生的面前按下面子，實在很見識哦。哼，那個下面子聽聽，差不多3張那個時間吼，我唔是通過高中講一句話呢，將得到個自閉症窮樣呢。哎呦，心肝頭挫傷咧！一出到當年嘅崇式國慶，聽到嘅蔣總統嘅國慶文告以後，高中嘅片才好點點好起來呢。乜解啊？呀，國慶文告喊做的吃自閉症啊！經過的居民同胞們，哎呦，唐日蔣總統嘅浙江國語啊，是才我不嚇死人哦。唐太的呀文告啊，佢高中就想，哎呦，既然吼連呀蔣總統嘅國語都講到咁爛，佢係有乜好講嘅咯？哎呦，實在哦。其實啊，佢倆是辛苦嘅啊，唔但請係你客家嘅鄉親。嘿，用嘅喏。當到講學路化、學路出去咩安樣啊？最有名嘅啲嘢啊，就係嘅硬型嘅鋪台戲啊，溫州大陸夾蘇人文，乜嘅叫做改講國語吧？結果啊，保姆結局就停喺無人看嚟啦。唔過啊，唔是談過一句話冇？乜嘅話？生命為此言潛到出口。一句話有談過啦，不過唔知乜嘅意思。哦，就係紀念以後啊，1988年。12月28號，由客家權益促進會、老客家風雲雜誌主辦嘅灣愛母兒運動，也係台灣客家鄉親第一擺全面性有組織嘅針對客家母兒嘅權益進行嘅抗爭，也從發動嘅3大口號就係灣愛客家話，尊重客家人。哎呀，你看講到幾清楚嘅，第一句就係講灣愛客家話呀，權益要拿進來。和平奮鬥救客家。唔係和平奮鬥救中國，用邊度救客家喏？唔記得也孫中山先生咩你客家嘅鄉親哦。按樣改啊，係表示就算係孫中山先生，到佢個時代，佢也無法度痴心勇敢派上講客家話。哎呀，原來啊，一啲杯還有按多嘅考試嘅哦。乒乒乒，
团结打败出头天。冇唔错，古历人呀，万爱母语运通也是一位亲战斗。这两时啊，有条歌诶，做得讲係客家人嘅國歌、客家本色，到台灣頭，唱到台灣面嘅客家莊。哎呀，原來一條歌啊，係按用來啊！唐山過台灣，冇半點錢，永遠永遠。哎呦，得擺唱一條歌，你都知道特別傻批，特別講用啊！中國啊，也1988年嘅萬愛母語嘅運動啊，做得講係展現係客家文化嘅開始。哎呀，你講字，我老人講。其實啦，也萬愛母語運動啊，因為我福下老人家即係有講，我說我多少未了解一些咯。真嘅，哎呀，佢根本係兩時吼，一時講一段，佢兩時發生嘅事情，好冇？好。首先係1989年1月1號，台灣第一個客語發音嘅節目《鄉親》開播，我婆啊看到電視機頭前，做得聽到最親切嘅客家話。感動到目直難隔。哎呦，也1991年3年嘅時間，嚟羅三台開播咧客語新聞。哎呦，全國嘅鄉親啊，坐啲屋下，就做得看到也全世界發生乜嘅事情，韓國係自家嘅母語來講嘅哦。1994年，經過300地下電台嘅草台，一群懂有心嘅客家事務推廣嘅廣播人，留學者專家，成功嘅儲到資金。客家鄉親最好聽嘅報道客家電台正式開播。報道客家電台，報道客家電台 ，FM 93.7，報道客家廣播電台，歡迎你嘅收聽。接下來，特集學校成立咧，台語文社、台言社、台泰客家社、時泰客言社。還有哦，1994年也大選嘅時節，出現了台灣第一條客語嘅競選歌曲《台北新故鄉》。1998年，因為台灣第一個客家文化節拍子舞獅嘅形式，因為客家拍皮書。你看，除咗客家話嘅復興，還有推廣，我所撒下來啊，台灣嘅焦點就變咗總體客家文化嘅關心，還有注意2001年客委會成立咧，佢主要就係推動呀各地嘅旅行，還有各客家莊嘅節慶，還有桐花節。2003年開辦客語認證，客家電視開播，客家學院開始招生。2008年辦理呀台灣客家博覽會，2010年客家基本法3讀通過咧，2011年客家文化主題公園開園咧，接下來2018年全國客家人，你看。連日比利時嘅國寶鵝鳥西鵝嘅，咩昨天親代表客家文化精神嘅南部山，你看向全世界嚟推廣客家文化之美。哇！哎呦，難聽哦，還要上第安島呢。當然啦，因為我係客家人。唔看，姑嫂啊，你根本就做得太想講客家話，太想講出自家嘅客家人，以客家文化為榮。你喺當道嘅前批留下來3萬大兵嘅神經呢。姑嫂啊，人講是水果擺樹頭，你要祈福惜福，感恩再奉獻。啲冇？我啲，唔過啊，你講字我請問，唔聽下口號啊，講到啱好聽。唔啲唔出家，咁要感恩再奉獻。當然有啊！你看我今年表演全部用客家話，屁沒用客家話。韓國啊，我做乜嘅就用客家話，希望你我啲我要等你講字咯。係嗱，唔過啊，唔本單就係個演員啊，一本單就係人嘅頭路，韓國字音，我係講係有另外嘅奉獻模啊。我意思講表演唔算另外嘅奉獻。唔記咩有啊？你看我直接到小學、中學去上課演講。推廣母語啊！哎呀，原來係個客語先生，排泄。冇啦，其實我哋喺地方後面學到當道嘅經驗呢。係哦，今日冇上眼你好咧，現場攞一段客家客話嘅教學。也好。係啊，我做學生，唔教我嚟學。做唔得，因為學生嘅嗬，特質啊，就當聰明、真能力嘅，唔聽講嘅，樣嗬，搞唔掂出我嘅本事。我哋講，我唔服氣啦。我講啊，一後生一批地位啊，我客話想係講得清好嘅咧。哎呦，按傻子哦。嘅天難嘅我唔敢講啦，我嘅簡單嘅 conversation 係做得啦。好啦，既然俺有自信吼，我就來考，就考較簡單啲嘅啦，嗬。呀，香蕉客家話用嚟講。
太简单的啦，香蕉、香蕉呢？橘子、干咩啊？奇异果。唔会咧。唔会吼，古说话讲客家话唔好啊。拜托，你教我一下啦。奇异果就是啊，奇异果，也爱来鱼反唔出来。也反唔出来，讲得按好些。哎呦，那调色欠心啊，系冇啊？你第一年嘛个呀，骗咩啊教学嘅方法呢？按样下礼拜就多啲老人讲，也奇异果爱来鱼反唔出来。好啦，来过来吼，苹果。苹果唔係哈，蘋果很簡單，蘋果啊，唔錯嘅哈。蘋果有冇係蘋果呢？蘋果當然係 iPhone， 手機啊，係啊，蘋果係 iPhone， 大蘋果係 iPhone Plus， 最大嘅蘋果就係 iPad。我呸！下不凡嘅苦難老艱辛，從山過海來台灣，遼闊境嘅我在老爺爺，開山打那里經見，大家就係新嘅客家人。
地呀，因大家就是新嘅客家人。就是新嘅客家人，大家就是新嘅客家人。客家天使快播哎！客家文化从一刻开始，将透过手提平台客家天使嘅传播快递产业，按让客家天使同快播体验就大向名号，也启起客家文化同精神发扬光大。上强的天使哎啊！阿公，听讲你要上台北咯？23年会无聊么？上去就上去，强的天使做乜啊？啊，唔會啦，唔會無聊啦，也有客家天使台咩？哦，做乜會無聊啦？阿公，送乜係進來，然後拍嘅紀錄片啊？差意思咧哦，我就做咗哪啲比賽咧？係啊，係啊，佢後尾我試過講嘛，梗係就唔記得啦。人嘅同學還看下伊嘅，佢一條講唔識啦。唔過佢一條要講，阿公講客話當好讀，係唔係搞佢一條講客話呢？人嘅客話還做得搞呢？又做咁像啊！從細就教我講客話。係啦，你就啲阿公嘅用心咧，要教唔講客話哦。係啊。哎呦，就很記得咯，我替你去讀個幼稚園啊，再來哦，看到位死啊，面嘟嘟的啊，媽嗌啊，講乜個學校度哦，個先生同學全部講國語，他唔是講客話，乜個媽嗌講，我不要跟你們講客家話係吧？有嘿，有。唔過我日下去買東西，我全部都講客話呢。因為啊，佢買東西嘅阿姨啊，就會送我較便宜啲嘅。韓國嗌哦，客話講到1號。係啊，你講，那隻阿姨啊，買乜嘅？就嘅市場買水果嘅咋啊？唔卡足講啊，唔係咪同你講，你阿孫呢，佢唔會收人錢啊？係啊，真嘅啊。唔過佢要一講啊，客話講到動好呢。係啦，唉，也就係用嚟講，時代冇寬容嘅咩？條俾日本時代啊，講客話嚇抗起來，而家講客話啊，越來越受人歡迎，受到重視嘅啦啊！藝啲受人歡迎啊，很自識。還有大家韓講啊，韓講係老五哦，上到1槍誒，唔係品質保證，乜嘢吞槍？我嗱乜講嘢不得不起來啊！啊唔係我轉移嘅，唔係啦，我聽講你就轉移啊！哦，蒙眼片看電視。好啊，來，轉給客家天使台啊！客家天使台17咩？衝一條歌誒。好。馬來亞。
多穷，为不父母体呀重，但推送兵莫奈空。宋秋啊，七番啊，天神下宫啊，马匹。父啊兄啊，麒麟啊奔河啊，村前来了一小将，杀得众将皆输送，打来一族挑战所，突点我非必多强。本帅全身来披挂，擂鼓山童出沙虫。金榜小将玉文良，有得冲空，本帅我有言。本帅是错，我家金枪啊！好啊！
前小将报送命来，金榜金武做个来的了不良，快走！来将同命，按上我会。呵呵，岳飞你来的真好，我就看场。
阿公，阿公。啊！哟，我大白就冇讲法就欠天师呢。阿公，我送台北了。哎，对啦，啊送喜就送喜咩，又欠天师做慢呐。唔記得莫做休息咯，唔好一坐定看電視。會啦，此間莫做咩休息，當然就看啦，莫做看下書記嘅，莫聽人莫做變嘅較好。阿哥，下擺有機會我來台北聊聊啊冇？我做得帶人去了啊，唔做來台北請我了。唔是啦，台北我又唔熟，按自說啦，唉。哟，做咩做慢啊？唔要轉去嘅？係啊，夾個喲，這復查又復唔到哈？唔會啦。啊，你實做嘛個東西呢？夾轉去啊喲。好啦。做卡倒掉嘅哈，食飽來。哦，點啊？好啊，讀書啊，唔可以教人書記嘅。好啦。好，再見。好。
我夹夹啦，第二下啦，哎，第二下，哎呦，哎呦，看慢调的啦，按紧种做慢啊，菜呢？哈，手会不弄痛的啦，哦，你样的啦，按紧种带去台北做慢，啊迄个兄诶，突然去讲钱系嘛？你就写冇按我好动啊？唔系啦。因我卡出一只国际巨星啊，带人去看佢做戏。乜嘢？係啊，希望人有乜唔掂啊？還掂啊！我之前都打電話同人講過誒。暗腔啊！我呢表演，我做到暗真是國家戲劇院，國家戲劇院，哇，睇起來一個勁啊！當然啦，對啊，幾多錢嘛？當然愛錢啊！竟然唔可以去咧？唔係啦，你愛錢哪年我去看啊？我就同人講過一道拜，我去嘅客家電視台表演點啊？啊，竟然連沙全部會看電視就看到嘅咩？係啲啦，阿公就當有面子啊！我當到朋友做啲客家電視台啊，當交本藝啊。哎呀，都同大天發啦！本個阿公伯吼，夾個二嫂嘅妹，就同個客家電視台做聲，啊，都大天發。哇，你都夾打講安多拜誒。喲，當叫冇見面冇夾天發嘅啦，唉，可能嘅安布條表演乜緊啊？哦，我留嘅客家文學改變咗舞台劇，做舞台劇看。客家文學啊？係啊。竟然看唔成啊！我衰踢啦，好啊！唔會啦，哥唔會衰踢啦。唔單止係做戲哦，還有跳舞，還有唱歌誒。哦，呢度條神功一天會當中醫。係啊。還有做戲之前還有嗌客家文學始作龍突飛。啊，真見做唔得啦！啊，自己看唔實咧啦。哥，唱唔按用嘅文人雅士，聽眾係看得實。係啦，我就文人雅士咩哈？係啊，一天會看得實。好，坐地。好，來去，好，來等下。用啊。睇些唔記得人看，按緊種做嘛。記得帶乜嘅？啊，等一下啦。哎呦，阿哥，做乜開電視啦？啊，唔抵啦，電視打開來啊，用轉來就有人講吧，就像有人頂啊，用看鬧熱咩？哦，好啦，好，來去，哎，好，來，哎，先會冷，冷了，真的有一點冷哈。阿哥，做乜好看啊？係啊，係啊，去哪邊啊？哦，上台北啦。啊，愛神的啊。係啊，哦，再見啊，再見哈，再見。哎呦，請問一下，等下還有表演係嘛？係啊，我來看啊。哦，啊，厲害哦，有表演。係啊，阿公，吃飽嘛？吃飽咧，很久冇看到沒有？係啦。你用全部都熟識呢？哎呀，你全部就認識，係咪？哎啦，啊，很厲害哦。太平洋，年年都走平安喜，年年都係太平洋，年年都走平安喜呐。就要帶順從改平安人，就要帶仁愛改平安人，為到希望下看平安喜，給你的很給做嘅呀。
个呀，青豆个平安年，千年草菜不记，去甘蔗很厉害，保持条家个路命，可平安喜。青豆个平安年，千年草菜不记，去甘蔗很厉害，保持条家个路命，可平安喜。年年都是太平年。年年都做平安喜，年年都是太平年，年年都做平安喜呐。把带，一条把带，把个当多人，一胎长过一胎，小伢夹紧背囊，点点水，快快抬，点点水，快快抬，把带摆进阿妹个嫩骨。是唔惊都是会摇到嘞。一条把带，长又长，把根雨水同清风，把根梨叶同天阳。我把根日头同日光，一条把带圆又圆，把个山歌同小巷，把个木枝同寒霜，我把个人生行四方。唔是，唔好嫌弃眼口；唔是，唔好嫌弃神木树。该恁说啊，该恁说啊，迄人帮忙都想要批到个美水啊，迄人帮忙都想要批到个美水啊。是每一看能把给数，是每一看能把给数，俺呢穷卡对阿婆给三铺，คนคนอัน
将安将，哥哥给山险做太武，谢谢mai，看论阿公技术，谢谢mai，看论阿妈技术，阿公阿妈等起老，弯弯弯弯嘅用住路。點點美意，計sắc xa，一個細木嘅寫住住，謝謝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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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妹，看論阿哥嘅書。謝謝妹，看論阿姐嘅書。阿哥阿姐等起咋，唔同生嘅大文化。送本我，送本阿，送本謝謝妹起家。謝謝妹，謝謝妹，謝謝妹，謝謝妹。小朋友，眼睛比我高嘛该，鸟品不嘛，菩萨东东起好笑，创业走，骑马来，骑得不嘛要啊要，不嘛讲，大声闹。手把炮带路呀，好用功，不要用心，鸟品不。